汤面说喝，不说吃。沛县冷面它是热的，就是冷面热吃嘛。冷面不冷，冒热气。沛县冷面的这2大反差让人直呼有点意思。好喝。小青年俘获了年轻受众，一路飘红。但小强不以为然，说起话来相当谦虚低调。我们这个店也就属于苍蝇馆子，我也怎么搞不懂啊嘛，也就是忽然之间人气就上来了。你叫我说俺家有什么特色，叫我说哪里好喝，我也说不上来，真的。对我这我不骗人。哎，既然老板说不出，那就让食客告诉你。好鲜，就是喝了有羊汤的味儿，好喝，吃一回忘不掉了。沛县人对羊汤情有独钟，冷面正是借助味道浓郁的汤底获得了宠爱。第一点就是最重要，也是最重要的点，必须汤得浓，还得保证鲜。就像我们这个一般选都是选山羊。小强的汤底讲究的是要熬出羊膻味儿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主要我们沛县人都喜欢喝个膻味，对。这是沛县钟爱的重口味。新鲜羊杂冲锋在前，脏器的野性在锅内翻腾。尽情撒野之后，羊肉下锅，收敛汤汁的奔放，完成味道的平衡。羊汤每天现熬，从天黑到天明，这是小强的必修课。